但也有一点失落，就是说我找得到机会唱这首歌。对，因为通常会唱这首歌对我来讲就充满了很深的祝福。我比较不愿意在商演的时候一唱再唱这样子。但是有时候比较心疼，就是说你找得到主题可以心疼别人，其实也是一件让我觉得怪怪的事情。就是说我总是希望可以因为科技啊，或者是因为资讯的发达或进步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紧密，然后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心得，然后一起有一个更好的体会，然后去做出改变。对，还有讲得不够大声，我还不太会呼口号，就是对，就我觉得那个做出改变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所有的祝福都是期待有一些事情能够变得更好，这也就是我唱像这样子一首像母亲一样的歌的时候，心里面在想的最多的事情。对，然后它除了是一首儿歌以外，我更希望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记得自己被疼爱的感受。然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跟别人有那么亲密的互动，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子的疼爱，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讲的。然后我们下一首歌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在城市里面的人会听的民谣，这首歌叫《亲爱的》，然后送给今天来的年轻人。谢谢你们陪我们这些人一段。